個脾胃病嘅案例分享，診斷係嘔吐，症型係胃陰虧虛，主症時時乾嘔，嘔吐少量食物黏液，反覆發作，胃脘嘈雜，飢不欲食，口燥咽乾，大便乾結，泄洪小津，脈細數。我哋需要幫患者處理乜嘢嘅問題呢？咁就第一方面啦。佢係一個津虧逆乏嘅狀態啦，我哋需要透過針灸去補益患者嘅津液嘅。咁第二方面啦，嘔吐係胃氣上逆嘅表現，我哋需要透過針灸去和降翻患者嘅胃氣。咁選穴方面啦，我會選取以下呢5個嘅穴位，咁就有赤澤穴、二間穴、前谷穴、內庭穴同埋陰陵泉穴嘅。咁就赤澤穴，佢係我哋肺經屬水嘅穴位，可以透過金生水呢個相生嘅關係啦，咁就可以生成一啲嘅津液。咁到我哋二間穴同前谷穴方面啦，咁一個係我哋大腸經嘅穴位，一個係我哋小腸經嘅穴位。咁大腸同小腸啦，亦都係主津同埋主液嘅，所以可以取佢哋五行屬性屬水嘅穴位咧，去幫患者去滋補津液啦。到內庭方面啦，佢係我哋胃經嘅營穴嚟嘅，陽經嘅營穴咧係屬水嘅，所以佢可以清降我哋患者因為陰虛導致嘅虛熱。到最後啦，咁點解要選取陰陵泉咧？因為戊癸係化火嘅，其實我哋胃經咧係會收藏咗火嘅屬性，所以選取胃經嘅穴位咧，有機會會令佢上火，所以我會透過選取脾經嘅合穴啦，因為合係主逆氣而泄嘅，佢可以調整我哋脾經嘅氣機，咁就當脾氣升嘅時候，胃氣就會降。咁同時我亦都會建議會配合埋以下呢4個嘅穴位，咁就有水分、滑玉門、列缺同照海嘅。